大家好，我係玲玲老師 Lavender，今日同大家講12生肖運勢。屬馬嘅朋友，今年犯太歲55字刑。犯太歲嘅年份代表變化嘅年份、變動嘅年份，內心有好多情緒、糾結嘅情緒、放唔低嘅情緒，瞓覺嘅時候都會諗住一啲煩惱，咁點算啊？係咪繼續同自己較勁啊、比較啊？放唔低呢啲情緒令到自己比較難去平靜，或者難去放低一啲事情，好好專注落嚟。意思係咩啊？犯太歲嘅年份令到你哋諗嘢容易轉牛角尖啦，或者心情難以平復，難以專注當下要做嘅嘢。乜嘢容易變化？例如感情會變化啦，變化嘅意思可能分分合合，特別喺24歲嘅你啦，會容易遇到一段感情嚟，同埋一段感情走，亦都會容易情緒起伏比較大。咁通常建議就係一起擋三災嘅，例如係結婚、生小朋友啊，擺下啲喜慶宴啊、百日宴啊，都可以去沖喜。今年屬馬嘅朋友，吉星有金貴星，係財感星嚟。今年嘅財富有累積嘅意思，容易儲到錢，都有閒錢去花費，可以享受生活。生活比較富足。歲駕星有逢凶化吉嘅意思，注意因為金屬啊、意外嘅損傷啦，喺工作啊、生活裏邊會唔會因為一啲金屬啊、利器啊唔小心整到流血啊？注意小人是非，保持樂觀嘅心情去面對你嘅生活大小意事。特別要注意就係農曆5月、11月變化起伏比較大嘅月份。可以去旅行啦，捐血、捐錢，幫助弱勢社群。今年桃花運稍為弱少少，已經結婚嘅你哋要注意同另一半好好溝通。溝通嘅時候唔係想講咩就講咩，而係理解對方嘅感受，同埋俾對方知道你嘅感受同埋諗法，好好地說話，而唔係咁鬧交，係咁鬧交，要對方估你諗啲乜嘢，咁樣就唔係一個好好溝通啦。你都屬羊嘅朋友，今年吉星有太陽星，你嘅工作啦，你嘅身邊嘅朋友男性比較多會得到男性嘅朋友、客戶嘅支持同埋幫助，例如佢哋嘅意見啦，佢哋嘅見解可以幫你解決當下嘅問題。做嘢比較踏實平穩。空星有晦氣陰煞星，注意一下自己嘅情緒有冇意志消沉，抗壓能力稍為弱少少，會唔會因為人哋嘅說話或者人哋嘅影響到自己嘅心情，而冇辦法專注自己嘅目標同埋當下要做嘅嘢，好似心事重重，遇到啲事情冇辦法好輕鬆咁放下或者 move on。晦氣陰煞都容易招小人嘅，咁建議去多啲曬太陽啦，去大自然啦，聽下一啲音樂啦，做冥想，保持心情平靜、心境開朗，同埋有一啲正面嘅信念，改善一下心態。最緊要都要多啲做善事，多啲關心長輩，或者約埋另一半做義工都可以㗎。嚟到屬猴嘅朋友，屬猴嘅朋友今年運勢平穩。2026年馬年，今年有驛馬星，驛馬星代表多啲走動、工作、出差、外勤、去旅行。如果你嘅八字上邊亦都有驛馬星代表你今年會周居勞動，注意一下健康，會唔會暈船浪啊？會唔會唔夠休息？孤神星代表內心孤獨，不被人理解，亦都代表你咁啱遇到嘅環境，你嘅圈子，佢哋都忙自己嘅事，冇咩時間去同你社交或者關心你，令到你覺得自己好似被忽略，甚至被孤立，或者自己心情有種孤獨嘅感覺，咁就要多啲去理解自己，多啲去自我關懷都好重要。已經結婚屬猴嘅朋友，今年同另一半溝通嘅時候，要多一份理解，多啲理解對方嘅感受同埋諗法。孤獨嘅時候，抬頭望一下天空，去咖啡坐下睇下書，避免胡思亂想。吉星有文昌星，喺知識層面智慧方面會增長你嘅智慧啦。學嘢方面吸收知識嘅能力比較快啦。所以今年對於求學問啦、增長知識啦、增廣見聞都會有多啲嘅加持嘅作用。空星有地喪、喪門，代表喪事、哭泣、破財，心情容易受到外界嘅影響。
遇到事情咧，請你保持理性思考，多啲做善事啦，捐錢行善積德，幫助弱勢社群。考慮投資或者合夥投資嘅你，要謹慎慎重考慮，要注意一下文件細節上面嘅嘢，或者同人哋溝通表達啦，會唔會容易失誤啊？要小心低調行事，謹慎減少失誤。今年係唔適宜轉工嘅，地喪同埋喪門參與一啲喪禮，咁所以咧亦都要珍惜屋企人，珍惜身邊嘅人。屬雞嘅朋友今年運勢相當之唔錯，特別喺人緣桃花方面，人緣可以帶動事業運，客戶主要嘅客群。今年吉星有太陰星，如果你嘅工作生活上面主要嘅客戶都係女性，會容易得到女性嘅上司扶持幫助。如果你哋嘅客戶粉絲係女性為主，咁今年你哋會比較有優勢，有利於拓展你哋嘅人脈。已經結婚嘅你哋咧，今年會特別恩愛，甜甜蜜蜜相親相愛。天月貴人星，吉星高照，遇到事情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。今年屬雞嘅朋友咧，相對地咧冇乜太大嘅波折，有豐收嘅象徵。冬天出世嘅朋友比較於夏天出世嘅朋友有優勢。由於今年係午酉相破，今年屬雞嘅朋友有少少嘅犯太歲，代表咩啊？注意一啲説話要經過思考先講出嚟，避免引來一啲口舌是非或者令人哋誤解。多啲講好聽嘅説話，多啲微笑，多啲喺人哋角度諗。換位思考，唔好因小失大，保持樂觀嘅心態，再麻煩嘅事都會過嘅。聽日又係新嘅一日啦，唔好帶住煩惱去瞓覺。夏天出世嘅朋友要注意健康問題，特別要留意嘅係肺部、喉嚨、哮喘問題、支氣管炎、感冒、鼻竇炎。整體屬雞嘅朋友財運平穩唔錯，適合長線投資，但唔適宜過分貪心。嚟到屬狗嘅朋友，今年都係平穩嘅，戌合火，太歲三合，合太歲，人際關係、事業都得到扶持幫助。吉星有三台星，得到長輩嘅提攜，有利於地位提升、名氣增加，多咗啲合作嘅機會。用嚟拓展業務。地解星逢凶化吉，解決你哋嘅困難，靈機一觸。因為靈機一觸啦，或者過去嘅一啲經驗去增長智慧，喺你哋解決問題嘅時候咧，識得去應變，解難能力提高，可以化解啲人際關係嘅矛盾同埋衝突，增長你哋嘅智慧。今年空星有需要注意嘅係五鬼星、官符、華蓋星。代表容易遇到小人是非、官非，情緒低落，特別係春天、夏天嘅朋友要注意，要有情緒嘅困擾、孤單嘅感覺。平時有冇太過留意、注意同埋關注人哋嘅感受，而忽略咗自己嘅感受？再孤單嘅時候，不妨停低落嚟，好好去擁抱自己，去照顧自己一下嘅感受，去享受生活，去做一啲自己熱愛嘅嘢、感興趣嘅嘢，因為你有選擇權。秋冬天嘅朋友，無論工作運勢都係非常之唔錯。春夏天出世嘅朋友都要特別注意健康，特別係腸胃、脾胃。飲食要注意均衡飲食，多啲做運動，注意養生。嚟到屬豬嘅朋友，屬豬係午亥合木，太歲暗合，暗合木，太歲暗合，代表隱藏戀情或者隱藏財富或者隱藏合作關係。由於重感情嘅你哋着重安全感，因為過度思考而影響實際嘅行動。吉星有月德星、玉堂星嘅加持，整體運勢平穩，事業財運穩定發展，人際關係唔錯嘅，得到貴人嘅幫助。空星方面有劫煞星、小耗、空星，打工嘅你唔適宜轉工，避免失業。自由工作者今年嘅工作機會比較少，或者未遇到自己中意嘅工作機會同埋薪酬，花費比較多。建議你哋去花費一啲歡喜財，買自己中意嘅嘢，去捐錢幫助弱勢社群。大家諗起破財就會覺得好擔心、好驚。其實錢咧用得合情合理就冇問題嘅。即使因為社交而去破財，都係因為你同個朋友得開心，
或者聚一聚舊，你嘅情緒都會保持一個平穩嘅狀態。留意今年咧就唔好借錢俾人，唔好去做擔保。注意健康啦，今年身體咧會容易好攰啦，唔夠休息啦，或者因為啲小病咧去影響自己嘅健康嘅，持續咁樣病都唔好，咁啊心情都會受到影響，健康狀態咧都需要啲時間去復原，多啲去飲檸檬水啊，食多啲維他命 C 啊，增加你嘅抵抗能力。注意休息方面咧，唔好太夜瞓啦，準時定時去休息。多啲做運動，保養身體，身體會健康啲㗎。嚟到屬鼠嘅朋友，今年屬鼠嘅朋友子午相沖，沖太歲，運勢變化動盪，破財，感情變化，房屋變動。聽落好似好驚，咁其實都有方法去應對嘅。空星方面有大耗星，代表使費多、開銷大。今年你可以設計一份使錢嘅計劃，去諗下咩地方需要用錢，咩地方需要花費，大筆咁樣去使。今年容易有意外嘅支出，切忌冒險投資。適宜置業買樓、佈置房間、裝修間屋。裝修費用應驗咗破財，都係唔錯嘅選擇。突如其來嘅疾病或者意外或者突然間急性嘅發炎，令到你需要入醫院。今年財務係不宜守財嘅，可以計劃一下點樣去花錢喺值得嘅事情上面，無論係創業投資、家庭裝修、旅行使費、照顧父母嘅費用、幫助弱勢社群捐錢俾佢哋，亦都考慮捐血洗牙去化解一啲空星。空星有歲破、災煞、大耗星，注意官非小人，受到情緒嘅困擾。其實呢啲咧都有機會係你過去累積落嚟嘅糾結嘅情緒，未去放低，勇敢啲去正視一下呢啲糾結嘅情緒，觀察下你自己嘅感受係點樣，然後慢慢咁樣去釋懷佢哋。今年情緒起伏比較大，花錢如流水，做義工幫助別人，保持心情開朗。吉星有唐符、天廚星，遇到貴人幫助，心情唔好，食一啲好味嘅嘢食，令心情好返啲。事業同財運今年挑戰比較大，工作壓力比較大啦，人事方面令到你壓力比較大啦，但係都不適宜轉工嘅。有感情對象或者已經結咗婚嘅你哋，溝通嘅時候注意一下，會唔會容易產生誤解、誤會。首先要同理自己嘅感受，見到自己嘅情緒，然後再站喺人哋嘅角度去諗事情，多啲俾對方自由同埋私人空間，同時好好去善待自己。呢屬鼠嘅朋友健康要留意筋骨手腳、頭部泌尿系統，注意交通安全，每晚準時瞓覺。聽日會保持精神飽滿去面對明天嘅要做嘅嘢同埋挑戰。嚟到屬牛嘅朋友，屬牛嘅朋友丑午傷害，丑午傷害係害太歲，輕微嘅犯太歲，關係會容易衝突，因為誤解令到關係疏離。主要係人際關係方面，喺人際關係會遇到比較多挑戰，需要用智慧去解決問題。今年吉星有龍德星、紫微貴人星，事業工作唔錯，得到貴人嘅支持。千里馬遇到伯樂，行事作風不適宜太過招搖，低調謙卑。春天、夏天出世嘅朋友宜守不宜攻，冬天出世嘅你哋可以進取一啲。實際情況注意一下情緒有冇啲唔穩定嘅狀態。無論工作、生活係咪都需要你事事盡心、事事盡力，而忽略咗自己嘅需要、自己嘅自我照顧。喺健康方面要留意腸胃方面，定時食飯，唔好因為節食減肥而影響身體健康同埋情緒健康。注意養生，適當嘅運動，多啲同大自然接觸，減少負面情緒。嚟到屬虎嘅朋友，今年人午合火係合太歲，付出比較多，但係收穫係成正比嘅。注意健康保養，唔好因為太過操勞而唔記得關顧自我需要，早一啲瞓覺，多一啲休息。因為吉星咧就冇好多空星，即係話你今年嘅挑戰咧都唔少，但因為五人合火，呢個合咧亦都係代表挑戰方面咧，好多人咧都會係幫助你。今年吉星咧就冇啦。空星方面就比較多，亦都代表今年嘅挑戰咧會比較多嘅。但係同時因為今年亦都係合太歲，
亦都有個加持喺度，就係今年嘅運勢都比較平穩。合太歲啦，代表你今年嘅工作運勢可以憑住你過往嘅累積啦、努力，會得到你嘅領導嘅認同，爭取升職加人工，拓展業務帶嚟相當唔錯嘅收益。而凶星方面有白虎、飛廉、大煞、子背，壓力比較大嘅年份。工作時好好工作，玩樂時盡情玩樂，記得好好放鬆自己。工作一直表現唔錯，但如果不留神，唔小心做錯一件小事，因為你有咁多凶星，會俾人哋放大嚟睇，虛懷若谷，唔好太過招搖。做錯嘢俾人放大啦，及時修正。只要精氣神十足咧，其實每一日應對嘅挑戰咧，都有足夠嘅能力去解決問題。遇到麻煩或者客戶嘅唔理解、唔清晰，想多口問一句，你都要保持耐心、耐性、包容，喺人哋角度諗，換位思考，記得放鬆自己。攰嘅時候抬頭摸下天空，深呼吸。今年工作冇問題嘅，不過要注意情緒啦、壓力啦同埋健康，減壓。屬兔嘅朋友，今年五卯相破係破太歲嘅年份，需要提防小人啦、意外、口舌是非。吉星亦都有天德星、天喜星、福星、桃花星，遇事逢凶化吉，容易係得到啲大機構或者公司裏邊嘅資源。如果工作需要對客戶合作嘅話，要積極爭取。今年你哋嘅財運同埋人緣都係非常之唔錯。單身嘅你哋會容易遇到真愛，而結婚嘅你哋要注意同異性保持距離，避免引起另一半嘅誤解，或者避免因為感情而造成煩惱。工作會更上一層樓，可以考慮結婚、生小朋友、買樓置業。破太歲咧都會有啲變化嘅，注意因為啲細節啦、唔小心啦而出錯，慎防小人。財務都要謹慎處理，財務要注意糾紛啦，或者啲突發嘅意外發生而導致破財。要注意口舌是非啦，和氣生財。造成利益衝突咧，要注意一下劃分責任，做到權責分明，避免衝動做決定。星方面有咸池桃花、卷舌搞煞。感情方面咧，桃花太旺咧都會造成煩惱，特別八字裏邊咧忌官煞忌財星嘅你哋，已經結婚嘅你哋咧要特別注意異性方面嘅問題。單身嘅你哋可以主動把握機會。嚟到屬龍嘅朋友，今年馬年咧吉星有一個天解星，天解星因為過去嘅智慧經驗而獲得到貴人嘅賞識，欣賞你哋嘅解能能力。火生土，今年嘅運勢平穩，變化唔大，可以穩中求進，但係唔建議咧太過冒進、太過進取去做一啲投機取巧嘅決定。腳踏實地會比較適合屬龍嘅作風。星方面有天九星、吊客星。如果今年要探病嘅朋友、問喪嘅朋友，去捐血洗牙，去化解凶星帶俾你嘅負面情緒。需要外出公幹旅行嘅朋友，記得要買旅遊保險，保障健康、人身安全同埋財務。注意今年屬龍嘅朋友，你哋嘅情緒比較容易唔穩定，意志消沉，付出比較多嘅年份。多啲去大自然做運動，保持心境開朗。關關難過關關過。嚟到最後嘅生肖，去到屬蛇嘅朋友，屬蛇嘅朋友上年係犯太歲，變化比較多。今年嘅運勢有上升嘅趨勢，事業有貴人嘅幫助。做生意、自由職業嘅你哋，今年財運係上升嘅年份，要積極把握機會。但凶星都比較多，凶星有病符星、亡神，提防霧水桃花同埋小人是非，會耗損你哋嘅心神，會容易諗太多，情緒唔好，瞓得唔好，茶飯不思。要注意保持心境開朗，注意情緒管理。做決定嘅時候唔好心神恍惚，唔好做錯決定。做錯決定咧，亦都唔好後悔。要注意人際關係帶嚟嘅衝突、利益衝突等等嘅問題帶嚟煩惱。注意情緒健康，可以多啲做冥想，注重養生，食多啲水果。冥想保持身心靈嘅健康都好重要。建議多啲同人交流，但要慎言慎行，避免招惹口舌是非。
夏天出世嘅朋友，今年避免強出頭，保持冷靜理智面對，好好照顧自己。12生肖我哋講完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事事順利，拜拜。